我們一家的快樂新年。農曆新年快到了，家家戶戶都忙着準備過新年。人們剪頭髮、買新衣、辦年貨、做賀年食品，到處熱熱鬧鬧，喜氣洋洋。爸爸忙着加班，沒空陪媽媽去辦年貨，所以媽媽特別辛勞。我跟媽媽早在年28就大掃除，把家中每個角落打掃得一塵不染。年30那天，我興奮地把糖果放進全盒。午飯後，又把文具店買回來的紅紙剪成長方塊，準備晚上寫揮春，貼在家門上，忙個不停。我走進廚房，看見媽媽已準備好年夜飯的材料，桌子上放滿了豐富的食材，有雞、魚、菜，還有冬菇。媽媽說，今天晚上我們等爸爸回來，一家人吃豐富的年夜飯。我洗乾淨手，和媽媽開開心心地動手做菜。媽媽還教我用糯米粉做湯圓。吃年夜飯時，我看到一道菜裏有些像頭髮的東西，便問媽媽：頭髮也能吃的嗎？多奇怪！媽媽笑着說：這是發菜，人們取其音發財，是好意頭的食物。它不是真的頭髮，只是樣子像頭髮吧？你不用大驚小怪呢？媽媽還說，吃年夜飯要有餘，因為年年有餘，象徵生活富足，也是討個吉利呢。晚飯後，我興高采烈地跟着爸媽去公園逛年宵市場。我看到很多攤檔售賣不同的賀年物品，包括蓮花、吉祥擺設、各種可愛的玩具、氣球，林林總總，真是目不暇給。而最受歡迎的當然是動畫人物揮春。逛了一會，爸爸買了2條圍巾，分別送給媽媽和祖母。媽媽買了一些蓮花，我選了一個風車，大家歡歡喜喜地回家去。臨睡前，爸爸跟我說農曆新年的故事。我最喜歡年獸的傳說，因為爸爸說得非常生動，我聽得津津有味。爸爸待我入睡後，靜靜地把一封壓歲錢放在我枕頭下，這是爸爸的祝福，希望我健康快樂、平平安安。那夜，我做了一個甜美的夢。年初一的大清早，我換上紅色的新衣服後，就跟着爸媽外出拜年。路上，我們遇到鄰居小文一家，我熱烈地跟他們說：叔叔、阿姨，恭喜發財，祝你們身體健康。他們也跟我說：你真乖，祝你聰明伶俐，學業進步。還給我2個紅封包，爸爸媽媽也給小文2個紅封包。到了祖母家，
我恭祝祖母身體健康，笑口常開。爸爸送上圍巾，媽媽體貼地替祖母披上。祖母讓我跟小狗玩耍，離開時，她又悄悄地把我的背包放滿零食和玩具。祖母真的疼愛我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還看到有人舞獅，獅子七彩繽紛，隨着節奏強勁的鑼鼓聲起舞，並四處向人叩首祝福，途人紛紛高興得拍掌。鑼鼓聲夾雜着掌聲和歡呼聲，一片喧鬧。年初二晚上，爸爸媽媽帶我到維港欣賞新年煙花匯演。媽媽告訴我，以前她在鄉間過新年時，家家戶戶都放炮仗，非常熱鬧。因為香港不能放炮仗，所以我們只好來海旁看特別許可的煙花匯演，感受一下節日氣氛。看着燦爛的煙花，我默默地許願。年初三是傳統的赤口，習俗上不適宜拜年，我們便到新界大埔郊遊。又到林村的許願樹參觀，不少市民都在紅色的紙條寫上願望，然後拋向樹上，或綁在許願樹旁的木架上，祈求願望成真。連續2天外出拜年後，年初六那天，我們留在家中，享受新年假期。爸爸跟我分享兒時過新年的往事，最難忘是幫忙做油角時，他會偷偷把麵團搓成怪獸形狀，弄得祖母哭笑不得。一會兒，爸爸提議去幫媽媽煎年糕，我拉着爸爸的手跑進廚房，一家人的談笑聲充滿了屋子。年初七早上，我懷着緊張又興奮的心情，打開爸爸給我的壓歲錢紅封包，然後翻開日記本，寫下我的新年願望。讀一讀：揮春，揮春，年宵，年宵，壓歲錢，壓歲錢，拜年，拜年，紅封包，紅封包，煙花，煙花，年糕，年糕。